你莫带叫美国客栈。侬客栈方面话，恒宇面积多种，侬客栈方面话，面话是客栈，瑶语是汉字，嘎哈，嘎哈请来到，来到叶敖本，叶敖本，草莓飞波，草莓飞波。叶干烈两麦子，水叶干浓。叶干烈两，叶干烈两麦子，水叶干浓。嘎哈，国哈，就是方言。请来到猎头叶敖本，草莓飞波，叶干烈两，麦子水，叶干浓，国哈就是方言的那个字，雷嗲风。请来到叶敖本，草莓飞波，相符，飞波。叶干烈两，我自己的银子，我自己不税，我自己用吗？叶干烈两，我自己的银子，麦子水，叶干浓。干就是嘎，自家的银子自家用，自家的嘎。叶干烈两，麦子水，叶干浓。嘎哈，请来到叶敖本，草莓飞波，叶干烈两，麦子水，叶干浓。瑶族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瑶族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